疫情期间，真侪人的生计受到冲击，斜杠创业帮助大家回归日常。这场由台南市口才协会甲议员蔡王全合作举办的斜杠创业公益园游会，将伫咧18日下晡1点开始，伫咧台南市文化中心教育广场登场。活动结合台南市脑性麻痹疾协会、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创意应用设计庇护工厂、山岩开发有限公司、台南市新丰自然教育协会等单位，以及市府社会局、劳工局、文化局共同参与。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会来举办这场公益园游会暨公益讲座，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考量到疫情这3年来，其实对于大家的生活啊，或者是说中小企业的影响都蛮重的哈。那我们去参访一些社福团体的时候，也发现说，他们其实除了自己的那个原有的一些善款可能已经受到一些影响，那甚至呢，他们其实里面的人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够自力更生啊，或者是出去找一份工作，其实难度会越来越高。那借此这个关系，我们以这个为起心动念，所以呢，我们开始来筹办这一次的公益园游会。那主要也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这次的活动，然后让一些摊商或者是我们的社福团体能够来这里摆摊，然后增加他们的曝光度之外呢，其实也可以增加一些微幅的收入。主办单位更邀请有着副业女王称号的艺人丫头詹子晴来分享创业心得，活动的内容非常精彩。这一波的疫情啊，引起很多人这个工作上不顺利，然后这个经济上也很困顿。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斜杠人生，让我们的生活跟事业的未来充满了更多的希望哈？那所以这一次我们也被这个口才协会很多的年轻朋友哈的一个创业家感动哈。那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也特别大力的去给他们帮忙共同的合办协办哈。那我们包括我们社会局，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宇基金会，那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个这个社团慈善的一个机构哈，新丰还有很多的好朋友都会来共襄盛举哈。就在这礼拜六哦，这礼拜六在我们的这个假日广场，那室内场詹子晴是在这个原生剧场哈那只要我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公益园游会的活动，就可以这个领取这个入场券哈要提早报名哈。创全表示感谢口才协会、台南市府各局处甲各协办单位的支持，才会当促成这次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也诚恳邀请大家6月18日做伙用行动来做公益。另外提醒市民朋友，若是想要参加詹子晴斜杠创业讲座，也欢迎到服务处索取入场门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